品尝了我跟小爱最爱的巧克力，甜滋滋的风味，让空气中弥漫了一股幸福的氛围。只是吃了这么多的甜点，接下来我们要到休闲农场里头动一动，感受当地生态环境，还要让小爱认识一群新朋友。阿姨，这里有好多 M 豚呢哦。而且呢 ，M 豚呢，给肉细细粒呗。我们可以捡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M 豚呢，给肉细细粒呗。我跟小爱第一次帮忙捡这么小颗的蛋，让我们好紧张呢，好担心会把蛋弄破。而老板说 ，M 豚呢的成鸟只有250公克重。是体型比较小的雉科鸟类，所以 M 豚呢 gallon 6倍。我跟小爱小心翼翼捡了好多的蛋。老板说他准备了一项很特别的活动，让我跟小爱可以把 M 豚呢 gallon 带回家哦。也cái lon nào họ頭先咱哋nhà咩，nhà咩 M 豚嘅 lon， 用咱講啊，咱哋嚟做嘅 lon， 第杯 lon 啊。種係，種係的來用非物利用的彩绘做彩绘蛋。那我要做企鹅。不过小爱，你看 M 豚呢 gallon 呢 ，CC 列贝好像不太好画哎，对不对？试试看。小爱，你看，你放乜嘅啊？来吧，林狗哎。好可爱哦，这是蝴蝶结哈。快点，快完了，替我加油。漂不漂亮？M 豚呢 gallon 6倍，把颜料画在蛋壳上，需要全神贯注，因为一个失神就很可能画出界喽。看看我跟小爱的作品是不是很可爱呢？小爱，你看发后哎，奖哦，奖，噔噔，爱心嘴巴，只是彩绘这么小颗的蛋，真的好伤神啊！我跟小爱要好好找个地方休息休息。今天好充实哦，念 M 豚的 gallon， 然后又画画，对不对？对。累了吧？喝点饮料，休息一下。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玩呢。阿姨，我第一次捡 M 豚蛋，而且还能够彩绘 M 豚的蛋壳哎。捡 M 豚蛋要小心一点，因为 M 豚的 gallon 6倍。